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7月14号，永恒生命的盼望。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49节，我们来看第36到37节，这样说：无知的人哪，你种在地里的种子，要不是死了，就不能发芽生长。你所种的是麦子或是别的种子，都是一颗光光的籽粒，并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。保罗真的很有趣，他用这样来形容一个人的生命，好像是蛮贴切的。种子它是有生命力，它是小小一颗。我们可以想到什么也是小小一颗吗？哦，对，那就是子弹。种子跟子弹都是小小一颗，都是很有威力。种子可以长出很多的果实，如果它放在土里。子弹呢，它也很有威力，但是子弹却是带来的是毁灭力。当然，子弹如果埋在土里，跟种子埋在土里一样，那一个是有生命，一个却是没有生命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呢，我们的生命埋在土里，它却是可以发芽的。今天经文这样讲：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是和那新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。原来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的荣光是有差别的。有人的荣光会非常耀眼，但有些人的荣光却是很微弱。就像我们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它是有分别。保罗用这样来比喻说，复活的时候，有人的荣光是非常大，有人却是小小的。那取决于我们怎么用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，这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子与野兽来战斗，甚至天天冒死。如果没有复活的指望，那还不如天天吃吃喝喝呢。所以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行事为人，我们就要跟基督的救恩是相称的。保罗为了让哥林多的教会信徒更明白复活的道理，他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，也用大自然的植物来说明，让信徒更明白死而复活的这种道理。保罗把基督徒的死跟复活比喻成麦子种在地里，肉体的死亡就像种下来的麦子，种入土里，虽然只有一颗，但是它成长出来结出的果实却是那么光鲜，那么丰硕。保罗也说，上帝照着自己的意思给种子一个形体，他使各样的种子各有适当的形体。他要我们明白，每一个种子它在土里死了，结出的果实长出来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是每个人的复活大能，每个人神所看重的，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。有人是红豆，有人是芒果，有人是那个椰子。我们虽然长出来都不一样，我们作用不一样，但重点是我们怎么活，我们怎么靠着复活大能的主来活呢？今天的新眼光，这位作者笔者他举了一个例子，长老会的教会赖昭君牧师，其实他就是士林长老教会之前英叶牧师母会的牧师。他很早就过世，他在20几岁的时候，他是第一代基督徒。他的妈妈爸爸很反对他，所以每次他偷跑去教会聚会回家，他总是被打，不然就是被赶出去。但他宁愿坚信这位复活的主，
但是他的身体就是有个先天性的疾病。还没有30岁的时候，路过的一个医生，荣总的医生就告诉他，你活不过30岁。赖昭君牧师知道自己日子不多，他努力的传福音，他用他全部的生命，但35岁过了，他仍然还活着，仍然努力传福音。40岁，他仍然用他的生命。他在43岁的时候，在主里面安歇。他曾讲过的一篇道让我非常被启发，也是常常鼓励我的。他说，基督徒信耶稣，活着真好，死了更棒。活着真好，死了更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种子，我们的生命不是子弹。样子虽然都一样小小的，但是我们是有生命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让神来用，被埋在土里，被用尽了。它虽然会改变一个样子，种子不再是那完整的样子，它会被改变，但是它也会长出一棵树，甚至结出许多的果子。因为我们的生命都由神复活大能在我们身上来启动。主啊，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的旨意。我们已经预备好将来跟主见面，他跟我们算账吗？从今天咯，就从今天，我们好好来生活。主纪念我们，也与我们同在，加添力量给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感谢你差遣独生爱子在这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赎回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再来为主你而活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全力以赴，让我们不后悔，让我们活出复活的大能，为主而活，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活出那个主你要我们的样式。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土里，主啊，我们还是自己，我们愿意用尽我们的生命，只是很多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在软弱的时候，你加添给我们力量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的今天活出永恒的生命的盼望。我们明天见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你订阅，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